由英國廣播公司 BBC 製作，內容涉獵範圍廣泛，包括青春期身體變化、談到性交同埋生育。當中被當地家長批評嘅就係關於性交嘅部分。片段有動畫清楚表達性交，亦都有旁白描述兩人嘅動作，配以電腦製作嘅男性性器官進入陰道嘅過程，講述兩性身體嘅分別嘅時候，更加有真人嘅男女全裸片段。香港嘅家長對呢段嘅片段就持有唔同嘅睇法。如果譬如呢段片喺正3、4年班嘅學生嚟就可以灌輸正確嘅性教嘅話咧，我覺得係 OK 係可以嘅。即係如果譬如話1、2年班，我都覺得比較細個少少，就唔係咁好啦。樣嘢就細路仔灌輸呢啲知識係需要嘅，但係就我接受到一啲動畫啊，或者用啲第二啲形式去表達嗰樣嘢咯。但係未必需要一定用到真人咯。即係見到真人嘅器官，我覺得可能我未必接受到，即係我自己接受唔到啦。資深性教育專家程翠雲表示，呢隻光碟涵蓋完整性教育課程，並唔涉及色情。我就唔會覺得係等於小電影啊或者色情資訊㗎，因為佢好清楚有講到嗰個生命週期啊，有講到交友啊、家庭啊，有講到咧即係青春期嘅改變啊，呢個就正正就係即係性教育裏邊一啲好重要嘅部分嚟㗎嚇，特別係俾即係兒童啊、青少年啊咁，所以即係同你話色情啊、小電影啊係兩回事。咁而喺性教育裏邊係免不了會講到性交啊，會講到性器官㗎嘛。佢認為家長應該持開放態度面對性教育，喺子女踏入青春期前灌輸正確性知識，越早學習性知識就越會懂得保護自己。而家計會亦都與時並進，推出名為保你大嘅性教育 Apps。家長可以透過遊戲同仔女輕鬆討論青春期將會遇到嘅心理同埋生理嘅變化。裡面有2個遊戲，分別以精子卵子結合同埋避孕為設計概念。小遊戲累積分數就可以令到遊戲中嘅主角逐漸發育出現青春期嘅生理現象。香港寬頻電視記者袁俊豪報導。